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呢一次嘅 Nora 灣區太后房，我係主持人 Nora， 大家好。咁啊，今一次啦，要同大家介紹一個樓盤啦，叫中環廣場。咁啊，其實大家聽到中環廣場啦，第一時間咧會諗到香港嘅中環。咁啊，今一次咧唔係介紹香港嘅中環，係珠海嘅中環。咁啊，目前咧 Nora 所處嘅位置啦，就係珠海嘅十字門商務片區啦。咁啊，呢個位置咧作為珠海嘅一個新名片啦，佢嘅俾到你嘅一個配套啦，都非常之豐富啊！之前啦，Nora 都有影過一個夜壇視頻啦，同大家詳細介紹咗十字門嘅一個配套啦。咁啊，今一期啦都係囉嗦啲啦，同大家再介紹翻啦。身後咧就係珠海嘅一個十字門嘅一個華發商都啦。咁啊，呢個華發商都啦，只不過啦係佢一小部分第二期。咁啊，未來啦加埋咧華發商都嘅一個1期啦，同埋咧我哋隔離啦整緊嘅一個3期啦，會成為成個珠海最大嘅一個商場。十字門嘅一個華發商都會成為珠海最大嘅一個商場啊！咁啊，同埋咧喺華發商都嘅一個對面啦，就係中海嘅華宇天下。咁啊，呢度嘅一個均價啦，要去到2萬幾甚至3萬蚊左右1平方嘅。呢個咧就係佢嘅一個價錢啦。同埋咧，現在啦華發都有賣緊嘅一個樓價啦，就係商場上蓋啦，均價啦。去到2萬幾1平方，總價咧百零萬先可以買到1房1廳單位。但係今日咧，我要介紹嘅中環廣場啦，佢單價啦只需要1萬1，總價啦70零萬咧，你就去攞低60零方嘅一個1房1廳單位，性價比可以講係整個十字門嚟講咧，性價比非常之高下。咁啊，一齊咧一路啦，同大家沿住介紹下啊！咁啊，同埋咧可以睇翻我哋呢個片區啦，都係配套啦，都係已經係現有噶啦。咁啊，如果你過嚟呢邊生活嘅話，係非常之方便嘅。同時咧都會有輕軌站、十字門站喺呢個位置嘅。咁啊，由中環廣場啦步行過嚟十字門站啦，只需要3分鐘，大概咧都係100零米就可以到噶啦。咁啊，前面啦呢度咧就係我哋嘅一個十字門站啦。咁啊，喺呢個十字門站啦，你如果係坐翻我哋嘅一個輕軌啦，4個站你就可以去到長隆啦。5個站就可以去到珠海機場。如果你喺出邊翻到嚟啦，落到機場你直接就可以坐翻輕軌翻嚟自己屋苑噶啦。咁啊，呢個樓盤啦，唔單止自住 OK 啦，投資仲加更具有性價比嚇。咁啊，月租去到3000至4000蚊嘅一個月租啦，咁啊回報率都係非常之高嘅。OK， 咁啊接下來啦，我哋再行過嚟睇睇。咁啊呢一路啦，就係我哋2期嘅一個華發商都啦。其實咧都係比較細型嘅，但係咧可以滿足到十字門所有嘅一個區位嘅一個日常消費嚇。未來啦，增加我哋3期嘅華發商都啦，可以講下吃喝玩樂，你落樓就可以滿足到你啦。OK， 咁啊，接下嚟咧，我哋行翻少少過去我哋時代保利嘅中環廣場啦。咁啊，其實啦，如果大家有過嚟十字門呢個片區啦，因為依家港澳車北上啦，都係比較多港澳街坊啦會過嚟珠海呢邊去遊玩啦、消費啦、吃喝玩樂啦等等啦。咁啊，如果你有嚟過十字門嘅一個華發商都啦，相信啦你一定有去過時代保利中環廣場嗰一邊嘅，因為咧我哋樓下啦有2層高嘅一個開放式嘅一個商業街，咁啊入邊啦都係有好多種美食啦。或者購買嘅位置啦，等等，咁啊，你一定有去過嘅，咁啊，所以我哋今日要介紹啦，就係你哋之前有去過一個中環廣場，冇錯啦，就係我哋正前方嘅一個時代保利中環廣場。嗱，今日要介紹嘅就係呢個樓盤啦。咁我哋依家事不宜遲啦，上去我哋實體去睇睇啦。OK， 咁我哋依家咧就嚟到時代保利中環廣場嘅位置啦。咁我哋今日要介紹嘅話就係我左手邊上邊呢一座啦。嗱，晚上亮燈啦係非常之靚嘅啊！咁
呢度嘅一個在售產品啦，就係60平方至80平方嘅一個一房一廳單位，均價咧就係11,000蚊，總價咧70零蚊就可以立低一房單位啦。咁大家可以睇到我身後呢個位置啦，都係屬於我哋中環廣場嘅一部分嚇。咁呢個係作為一個開放式嘅一個商鋪商業街嚟嘅。咁同埋咧，佢嘅一個開鋪嘅一個評率咧係有90%嘅一個商家已經係開咗業㗎啦，90%嘅商鋪已經係全部開咗業㗎啦。同埋咧，佢入住嘅一個多數咧都係一個以餐飲為主嚇。咁唔同於商場入邊啦，佢呢度所入住嘅一個商家啦，開嘅鋪啦，佢都係比較生活化啲嘅，譬如話嗰啲小食啦同埋咧便利店啦、超市啦、同埋藥鋪啦等等呢啲比較平民化嘅一個商業態喺入邊嘅。同埋咧，我哋呢度咧都有入住咗3、4家嘅酒店喺呢個位置嘅，所以佢嘅一個配套係非常之完善同埋成熟㗎啦。OK， 事不宜遲，我哋上去實體去睇睇。來日就是千千闕歌，輕放我路上。來日縱使千千晚星，亮光今晚月亮。喂，你嚟咗啊？嗱，睇到呢個景觀啦，真係忍唔住高歌兩句嚇，大家唔好見笑。OK， 咁我哋依家咧就上嚟實體樓18樓咧，去睇翻我哋67方嘅一個單位其實如大家所見嘅，呢一個咧就係毛坯交付俾大家總價咧75萬左右就可以立低呢一套67方嘅一房一廳單位，而且咧仲要睇埋出邊咁靚嘅一個澳門塔嘅景觀嚇，真係性價比超高嘅。如果咧你想要帶裝修嘅話，就係加多2000蚊一平方，總價咧83萬就可以立低呢套單位啦。OK， 其實咧呢個單位咧，大家可以見到啦，就係商住產品啦，公寓嘅一個產品啦。如果你裝修好之後咧出租咧，每個月大概嘅一個收益咧就可以去到3000蚊左右嘅一個收益啦。依家目前咧都有人喺度租緊嘅，包括我哋睇緊嘅呢個單位啦，隔離左右啦，基本上咧都係已經有人租緊啦，攞嚟自住啦、辦公啦。都有嘅。OK， 簡單同大家做翻個介紹啦，67方嘅單位。大家其實如果睇毛坯嘅一個情況下啦，就要多啲想像力啦，因為咧係冇呢啲裝修好嘅俾大家睇，所以要多啲想像力。不過咧 Nora 都會同大家講下邊一塊嘅位置係做啲乜嘢大家係通過啲想像力係去構思下。OK， 入門口呢個位置啦，大家可以睇到有明顯嘅一個水管啦。呢個位置係做翻個洗手間嘅位置啦。我哋呢一邊右手邊呢個位置啦，就係廚房嘅位置啦。OK， 入邊大家唔使再過多諗啦。如果你想隔多一間房出嚟，其實空間係足夠嘅67方嘅單位。如果你唔隔房間嘅情況下啦，咁就做翻個開放式嘅一個房間呢度咧就係電視嘅位置啦。再過翻嚟啦，過嚟呢邊，前面係電視啦，後邊呢度咧就係梳化嘅位置啦。旁邊就係擺到一張床啦，或者你喺呢個位置放翻一張凳啦，或者放翻個懶人梳化啦，坐喺呢度望晒呢個景觀係真係好舒服。總價咧80萬買精裝修，70萬買毛坯而且咧係位於珠海十字門未來珠海新嘅名片嘅一個位置啦。呢個區位70零萬買到一房一廳單位，性價比非常之高，而且咧目前所有所可售嘅一個單位咧就唔多嘅剩翻咧就係大概20零套左右如果你有興趣嘅朋友啦，我哋可以實地去睇樓嘅，因為全部都係現樓狀態㗎啦。其實咧就唔會話出現爛尾啦等等呢啲風險嘅，現樓狀態即買即辦證嘅，而且樓下仲有咁豐富嘅一個配套俾到你，可以講無論你係出租都好啦，位置又靚或者你自己住都好啦，生活係非常之方便嘅，交通都方便，翻去澳門或者香港啦
都係10零分鐘就可以到口岸嘅啦，非常之方便。有興趣嘅朋友嗱聲聯繫我，或者掃我哋嘅一個二維碼啦，添加我啦，我發詳細資料俾你，或者可以有興趣想實地了解嘅話，我哋都可以預約7人車去香港或者澳門關口或者點樣你發個位置俾我，我過去接你過嚟實地睇樓，全程免費嘅。咁如果中意 Nora 嘅視頻啦，就可以點個關注啦，點個訂閱啦，或者點個 like 我啦，俾啲支持我，俾我有更多動力啦，去影翻啲性價比嘅樓盤俾到大家嚇。咁呢一期嘅一個視頻啦，就到呢度為止啦，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